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1年9月7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73篇第1到20节，箴言第11章第1到11节，希伯来书12章第2到13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不要灰心丧志。不要灰心丧志，或者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角度来说，就是不要失去信心。Don't lose your heart。今天英文的标题我是用 NIV 的英文版圣经来放的这个标题。这里面的 heart 这个心，并不是代表心脏或是心理，而是指的是信心。昨天我们谈到信心的功效，我们有说到信心如果有信心的话，就能够移山。那么失去信心，一个灰心丧志的人的话，他就无法成就任何事情，更别说要移山或是倒海了。或者我们应该说，他连移动脚步的能力都有问题啦，困难。那遇到困境，我们应当如何处理呢？灰心丧志比较容易呢，还是继续维持信心的生活呢？昨天在希伯来书的经文12章第1节到第2节里面，他提到了耶稣基督的受苦。经文说，既然我们有这么多的见证人，像云彩一样围绕着我们，就应该排除一切的障碍和跟我们纠缠不休的罪，坚忍地奔跑我们前面的路程。我们要注视耶稣，因为他是我们信心的创始者和完成者。他不在十字架前退缩，相反地，为了等待着他的喜乐，他不把死在十字架上的羞辱当一回事。现在他已经坐在上帝宝座的右边。我们注意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一句话，相反地，为了那等待着他的喜乐。台语的圣经的翻译是，这个是安排好的为他所安排在他前面的，他为了这个来高兴喜乐。今天的经文希伯来书第12章接续的又说到，想一想他的经历，他怎样忍受罪人的憎恨，所以你们不要灰心丧志。你们跟罪恶斗争，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。对于困境以及被陷害的生活，耶稣基督他忍受了十字架的凌辱，因着他所展现的信心和顺服，以及全然倚靠的心志。我是再一次强调，台语的翻译在第2节他说，他为了所安排在他前面的事情来快乐。现代中文译本说，为了那等待着他的喜乐。所以他是一个非常顺服的心志。如同诗篇23篇的经文提到，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为你与我同在，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。上帝保守我们基督徒，也因着他的公义，他管教我们。希伯来书的经文又提到，他说，难道你们忘记上帝怎样用劝勉他儿子的话劝勉你们呢？他说，我的儿子啊，要留心主的管教，不要因他的责备而灰心，
因为主管教他所爱的人，鞭打他所收纳的每一个儿子。你们要忍受管教，因为你们受管教是表示上帝待你们像儿子一样。岂有儿子不受父亲管教的呢？如果你们不像其他的儿子接受管教的话，你们就不是真儿子了，而是私生的。对于肉体的父亲，我们接受管教，仍然尊敬他们。那么对于灵性的父亲，我们岂不是要更加顺服，以求得生命吗？肉体的父亲随着自己的意思暂时管教我们，但是上帝的管教是为我们的好处，要使我们有份于他的圣洁。我们受管教的时候闷闷不乐，可是后来因着那些受管教而经历过锻炼的人，能够结出和平的果子，过着正直的生活。就信仰角度来看，就是像最后说的，因着管教经历锻炼的苦难，或许是上帝给我们的试验。这样的试验也或许是上帝要人学习依靠的另外一种方式，也更可能是上帝给我们的管教，因为上帝厌恶这个不准确的天平，他喜欢公平的砝码。也正如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上帝不偏待人。其实上帝对他自己的子民或是选民，他除了赐福以外，他仍然会管教，事实上更严格。他不愿意有人因为是他的儿子就骄傲，然后就忘了要诚实的、信实的跟随上帝的教宗。箴言第11章的经文，牧师节录17节到21节。人生人造福自己，强暴人残害己身，邪恶人只得虚假之利，正直人必获得真实奖赏。立志行善必得生命，决心作恶招致死亡。心地邪恶，上主憎恨；行为正直，蒙他喜悦。邪恶人难逃惩罚，正直人都蒙救援。事实上，我们如果看今天的经文箴言11章第1到31节，有非常完整的一个论述。我们可以细读今天的箴言的经文，也求主帮助我们在面对他的管教，或是说我们的苦难的时候，我们不会灰心丧志，不会失去信心，我们会坚定的依靠，我们会勇敢的跟随。